你好。哎，我已经看见咱这青年才俊了啊！咱这青年的发型都快赶上那 Michael 了吧？我离这么远都能看见那个满脑袋的那头皮屑呀！还说28岁，这往好了说也得接近40了吧？最重要的是，这长相也忒颠覆了。我隔这么远都能看见那满头的头皮屑。不好意思啊。关键是你这块玉的瑕疵多的有点夸张了，你知道吗？那不知道的还以为是陨石上掉的渣儿呢。关键是你这块玉。不好意思啊。这就是传说中的飞信吧？微信是微信哦，微信，我都不会用。你对诗歌有兴趣吗？感兴趣？哎，我特别喜欢现代诗，特别是那种写现代的不拘一格的那种。哎，我觉得很有意思。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，多希望你能看见现在的我。风霜还未曾来侵蚀，秋雨还未滴落，青涩的季节已离我远去，我已亭亭，不忧也不惧。现在正是最美丽的时刻。这是我最喜欢的一首诗，席慕容的《莲的心事》。这首诗好，用借贷的手法描绘了一个少女既羞涩又勇敢的情怀。我也是这么觉得的。我跟你讲，这首诗啊，它好就好在它的那种氛围，欲语还休，欲拒还迎，让人有一种欲罢不能之感。看来我们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啊！对对对，这首诗啊，它恰到好处的描绘了一个懵懂的少女对男人的那种渴望。这个我还没听出来，您是从哪儿看出来的呢？这首诗的后半段呀，你想啊，这亭亭是那玉亭的亭吧？我已亭亭，不忧也不惧。那接下来干啥？接下来就是迎接她那最美好的时光。不过我觉得吧，这女孩是不是有点缺乏生理常识？这亭亭这种东西通常都是事后吃的，这事前吃吧，我觉得都没什么用。这不能保证100%管用啊！这我意亭亭不足以表达不忧不惧。我觉得这女人啊，对计生问题还是应该重视。所以我觉得这首诗的，她是不是得改一改？但是怎么改呢？哎，改成我已涕涕，就是那个套套，你懂的。改成这样，它就符合了那个我意亭亭，不忧不惧。哎，你觉得改得怎么样？变态吧你啊！嘿，你这什么意思呀？你当你17、18岁小姑娘呢，跟我这装什么厨啊？我这请吃饭还请出问题来了。给你买套的。啊，不是，薛老师，咱走慢点呗。薛老师，你生他气还是生我气呢？我可什么都没说啊。你现在是不是特解气呀？我好不容易捯饬一番来跟一极品男见面，现在还被他侮辱了，你特得意吧？不是，你怎么能这么说我呢？你都这么想了，为什么我不能这么说呀？我没有啊。你劲儿有。不是，薛老师，咱坐下来慢慢说好不好？走开。薛晶晶，那诗我也会背，不就是那个莲的心事吗？我已亭亭，不忧也不惧。现在正是我最美丽的时刻，重门却已深锁，
在芳芳的笑意之后，谁人知我莲的心事？无缘的你啊，不是来得太早，就是太迟。你怎么也会背这首诗？薛老师，虽然我呢不是什么青年才俊，但是眼巴前的诗呢，我还是会背几首的。太讽刺了。讽刺？你也知道讽刺啊？那我拜托你以后，就别再轻信媒婆的话，满世界出来相亲，好不好？你要知道，这莲的心事不是谁都能懂的。最起码，你不能把这么清新典雅的愿望，寄托在这么俗不可耐的相亲上面吧？那你什么意思啊？你就是那超凡脱俗的人是吧？我可没这么说。手里的什么东西啊？没什么。这都能搜到，你背的还真快哈。我这不是现学现卖，学以致用。我说你大白天出来捣什么乱呢？是，我错了，是什么事啊？我就没见过你这么死皮赖脸的。是我打小脸皮就厚嘛。习先生的名字你都能说错，小学语文、数学老师教的吧？是，不是，体育老师教的。请我吃饭。好嘞。好的，谭总。我知道了。谭总说他明天要再跟辉煌公司的谢总再谈一次。就是欠钱的那个。对，如果他们要是再耍赖的话，我们就要走司法程序了。这种人真是没有商业道德。这个你拿着。这是什么？这个是给对方当时转账的一张收据复印件。如果他们要是不承认的话，这个就是我们的证据。谭总让你先收着，如果他们明天谈崩的话，这个就有用处了。好的，明天一定要记得带。放心吧。